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1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22天。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应该是形势非常不妙，不容乐观。但是乌军还是在库尔斯克在继续战斗。当地时间3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司法部发表讲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特朗普他说，目前很多乌克兰士兵被包围，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我要求他们不要杀死这些士兵。要求谁？要求俄罗斯，要求普京。这特朗普说，就在我发表讲话的这个时刻，俄罗斯包围了一大群乌克兰士兵，他们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特朗普强调，拜登不该让这场战争发生。你看，特朗普一如既往的把这个锅屎盆子要扣到这个拜登的脑袋上，这是习惯性的。离开了拜登，他就不会说话了。有很多乌克兰士兵被包围，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我要求他们不要杀死这些士兵，请不要杀死这些士兵，我们不想让他们被杀。这个还没完，他是对媒体记者会上说的。特朗普他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又发了个帖子，敦促俄罗斯这个普京饶过乌克兰军队，就是放他们一马，不要杀死他们。那面对这个特朗普的呼吁，普京是怎么说的呢？普京他也响应了特朗普的说法，他进行了回应，也就是特朗普强烈要求，对吧？俄军放过库尔斯克的乌军之后，普京说，他说理解特朗普的呼吁，但乌克兰领导层必须命令其军队放下武器投降。这个普京表示他说俄方已经看到特朗普的相关请求，并提醒美国注意，乌克兰武装人员在入侵地区对平民犯下了许多罪行，这些行为被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定性为恐怖主义。同时，俄方同情特朗普总统呼吁对这些军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普京强调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他们的生命将得到保障，他们将根据国际法准则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得到有尊严的待遇。普京号召乌军缴械投降。大家看视频。В этой связи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совершили в зоне вторжени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Эти деяния,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квалифицируютс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прокуратур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ак терроризм.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мы с пониманием относимся к призыв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ватьс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эт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и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одчеркну, что в случае сложения оружия и сдачи в плен им будет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а жизнь и достой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норм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зако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ля эфф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изы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необходи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приказ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Украины своим воински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сложить оружие и сдаться в плен. 但是乌克兰方面是坚决否认库尔斯克的乌军被包围无论他的总司令谢尔斯基还是这个乌军的总参谋部给出来的消息，都是乌军在库尔斯克叫有序转移或者叫撤退。普京自己说，也是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乌克兰占领的库尔斯克86%已经被收复，包括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叫苏贾市，那儿是天然气中转站，是计量站，已经被俄军收复。也就是说，还有10%几的乌军占领的土地，俄军还在啃。这是俄罗斯给出来的消息。乌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所谓敌军在库尔斯克州包围乌克兰部队的说法完全不实，此类信息是俄罗斯为达成政治目的向乌克兰及其合作伙伴施压而制造的舆论。而过去24小时战场态势未发生重大变化，库尔斯克战役集群责任区内的战斗仍在持续。他说，乌军部队已完成重新部署，撤退至更具有战略优势的防御阵地，并继续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作战任务。我军官兵正成功击退敌军进攻，运用各类武器实施有效火力打击。库尔斯克方向已发生13次战斗接触，我军部队不存在被包围的危险。就是三方各执一词。显然特朗普是相信了
俄方的说法，但是具体战场什么情况，这个咱们也不好说啊，因为你不在战场。乌军有没有被包围的可能？这个不好判断，应该说有可能，因为俄军正好利用特朗普这个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情报共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普京让这个俄军，包括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什么那个微笑男孩格拉西莫夫，他们重新制定了这个作战方案，抓住这个机会要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因为马上将面临着停火，如果把乌军不从库尔斯克给清走，停火很麻烦。所以说啊，俄军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跟朝鲜军队叫孤注一掷，叫不惜一切代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对乌军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说啊，乌军如果被围，那也是特朗普的责任。特朗普帮了俄军，我想是不是特朗普良心发现，他也觉得自己做错了，拿生命开玩笑啊，拿乌军的生命当赌注，不是泽连斯基，也不是乌克兰人，是特朗普拿乌克兰人的生命做赌注，也有可能他是良心发现。所以他又信了乌军在库尔斯克被围，所以他请求普京不要杀害这些乌军。毕竟这些乌军如果真的有6000多人被消灭，这笔血债有特朗普的一份。但是具体的到底有没有这个再看，因为俄罗斯方面确实经常放这些谣言。在去年啊，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在喀山参加什么金砖峰会啊，金砖国家峰会，普京就当着这么领导人的面撒谎，说这个有1万乌军啊被围，说库尔斯克有几千乌军被围，乌军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谣言后来都不了了之。如果真有几千或者1万乌军被围被歼灭，那这是个大新闻。战俘那得抓多少人呢？6000人被围。我们再看看这个关于停火，就像我在节目里面说的一样，普京欣然接受停火，但是他要拖时间，也就是说普京远比泽连斯基要滑头。普京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奸巨猾一个政客，是一个谈判高手。这个特朗普对付普京实际上远比对付泽连斯基难。虽然特朗普对媒体说与泽连斯基与乌克兰人谈判非常难，实际上不是的，他跟普京谈判才叫难。普京是真正的老奸巨猾。你看美国和乌克兰一达成这个一致，取得共识，先要停火，但这个消息传到俄罗斯之后，大家都猜测说普京不会同意，很多人都说普京不可能同意。但是我在节目就说了，普京是盼着这一刻，他就需要停火，但是他要拖时间。所以你看普京马上就答应了，他跟卢卡申科啊两人开完会以后非常开心，因为这个卢卡申科相当于把白俄罗斯卖给俄罗斯了。这个卢卡申科说啊，有必要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也就是特朗普想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还没实现，普京已经把白俄罗斯啊变成他的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普京多开心，非常高兴。所以在这个你看看普京虽然在国际社会上遭到抵制、遭到鄙视、唾弃，但是他实惠得到了，既占了乌克兰的领土，又拿下了白俄罗斯。虽然他在海外基地叙利亚有了损失，中东有损失，但是他还是得到了很多实惠，所以一个普京非常开心，阴谋得逞，所以他马上答应同意停火，但是他设了很多前提条件。咱们都说过了，泽连斯基跟乌克兰他想明白了，不能把这个矛盾把这个球抱在自己身上。特朗普想停火，如果你乌克兰你泽连斯基你不同意，那特朗普的矛头就针对你乌克兰，针对你泽连斯基，这没有办法的事。他要停火，所以估计泽连斯基想明白了，那就同意停火，先停火再说。反正乌克兰也需要喘口气啊，欧洲需要重新团结起来，都需要时间，所以停火不是什么坏事。而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球踢到普京那儿了。接下来就是你特朗普跟普京俩斗，反正我是同意的。所以你看啊，这普京确实是一个柔道高手，接话发，他同意停火，但是设了前提条件，那就慢慢谈。这就是我说的啊，他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就战场上他现在似乎有利，拖到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恐怕就停火了。如果乌军死活不撤出库尔斯克，还在库尔斯克打，那普京他就停不了火。也就是库尔斯克问题不容谈判，只要一谈判，这普京面子对吧？他这个脸挂不住。3月14号，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闭门会谈，一直谈到夜里1点半结束。完了之后，俄美双方均未透露此次会晤的细节、进程或结果。威特科夫在
美国驻俄大使馆待了一小会儿，发了个简短的感谢致辞，然后就坐着飞机离开俄罗斯了。到现在，这个消息灵通的美国的媒体也没有释放任何一点或者透露一点这个维特科夫和普京谈话的细节或者内容，只能说明特朗普在跟普京的第一个回合或者是第 N 个回合又失败。那特朗普这个人稍微取得一点进展，他就要夸大，芝麻能夸成西瓜。而这一次特朗普没有对记者说这些事，说明双方谈的恐怕非常不愉快，可以说叫南辕北辙。因为普京的这个诉求咱们都知道，至少他对外放风，那就是乌军无条件投降，对吧？乌克兰得跪下，俄军占领的那是俄罗斯的，俄军没有占领的那还是俄罗斯的，这个恐怕特朗普也接受不了。你还劝乌克兰人把那个赫尔松、扎波罗热还有一半再交给俄罗斯，这怎么可能？什么加入不加入北约这都好说啊，关键是领土。卢比奥说，在签署结束俄乌冲突协议时，乌克兰必须做出领土让步，这个逼乌克兰要领土换和平。这个卢比奥终于活成了他自己讨厌的样子。去年还前年，卢比奥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多次发表他的立场，谴责俄罗斯，力挺乌克兰。卢比奥还说啊，美国要是放弃乌克兰，就是背信弃义，会被所有的盟友抛弃，不配做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所以这个欧盟的外长卡拉斯说啊，自由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领导者。你看这话都是从这儿出来的。但你现在看看卢比奥现在他所做的一切，我觉得他内心是在煎熬，在做斗争，一边是良知，一边是这个权力，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也在助纣为虐，打着和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迫害这个正义啊。针对普京的同意停火这表态，泽连斯基说普京实际上就是不想停火，设置了那么多条件，目的就是不停火，现在应该无条件停火。所以说现在就看特朗普你怎么对待普京，你怎么压普京，尽快停火。乌克兰如果想继续战斗，那就在库尔斯克坚守，就是不撤。库尔斯克战斗一日不停止，这普京恐怕就一直拖下去。表面上同意停火，但是他设很多条件，慢慢磨，拖延时间。大家放心，普京是不会跟特朗普把关系搞僵，不会像泽连斯基那样直接跟特朗普和万斯在媒体前公开争吵。这个普京恐怕不会，普京是面带微笑。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在普京面前恐怕是有那种羡慕崇拜这种原因的，恐怕他心里面就觉得自己斗不过这个普京。说川粉，尤其是华川粉，这个时候他就跟胡锡进老师两个人就合体了，因为他们都是恐俄，以俄为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是打心眼里害怕普京。我发现很多华川粉不是美国铁锈区红脖子是华川粉，他们以前勉勉强强还能算个二等公民，在美国可不是二等公民吗？夹着尾巴做人，结果他变成川粉以后，二等公民都不做了，直接就做奴才。你说你要做奴才，你何必历经千山万水，漂泊重洋啊？到美国去做奴才干啥呢？你在印度直接就是奴才，你都跑到美国去了，你还去做奴才，何苦？所以说理解不了这些华川粉，理解不了黄俄是一样的。你跑到美国去不是奔向自由吗？你怎么甘当奴才？你在印度没有独立的人格，你跑到美国去还是没有独立人格，你活着有什么劲？就是这些华川粉既没有了肉体啊，也没有了灵魂。你在印度的奴才虽然这个你肉身是身不由己，但是好歹你还有一个理想，还有一个梦想。你说你是华川粉，你到了美国了，你还有什么梦想？你已经到了美国了，所以他也没有了灵魂，灵魂已经死了，他甘当奴才，肉体早就死了。所以说这华川粉比印度的人还要惨。就印度人虽然身不由己，但是他好歹还有一点信念，还有一点理想，这向往着光明，向往着自由。华川粉到了自由世界甘当奴才，你说这个怎么解释？所以说这些华川粉本质上是猪狗不如，因为他没有灵魂，那不和猪狗有什么区别？简称就是畜生。但是我要说一下什么叫华川粉。华川粉的特征就是不能容许别人批评特朗普，你只要批评特朗普，他就上来咬你，这个叫华川粉。你支持特朗普的某些政策，特朗普的某些做法，这都不叫华川粉，这是正常现象。华川粉是什么意思？就像饭圈一样，对吧？他就不容许你批评他的偶像，他要把特朗普神化，把特朗普推上那个神坛，特朗普万寿无疆，万斯叫永远健康。所以不是说你认同特朗普某些方面你就是华川粉，那不是的，粉是具有某些特征的。所以我说这些华川粉就是畜生，它本质上和夹头粉还有什么其他粉没区别，一样的。
最近这个欧洲似乎是越来越目标清晰，越来越团结，但是离真正的团结起来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时间。但是也能看到，确实在兴旺一起想，劲旺一起使。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签订了一个协议，叫欧乌军备联合体协议。这个协议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就简单的理解成欧版的北约，小北约，由英国、法国、德国代表欧洲审议通过了与乌克兰签订的欧洲与乌克兰军备联合体同盟协议，也就是北约的刨除美国之后，北约他们又成立一个组织，通过同盟协议。这个协议有什么用？有哪些规定？第一个，欧洲15国出资在乌克兰建造欧洲最大的炮弹厂。乌克兰不是老是缺炮弹吗？要造一个炮弹厂。第二个是整个欧洲要撇开美国，欧洲自己研发第5代和第6代战斗机。第三个是乌克兰未来10年的军工生产产能由欧洲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来供应。这个斯塔默，就英国首相，他搞了一个胜利者计划。这个胜利者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与法国共同领导一个自愿联盟，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实际上就是这个所谓的自愿联盟就是以志愿军的方式出兵参战，就是进入乌克兰。你不管他是到前线还是在后方，总之部队已经开到了乌克兰，这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他就帮乌克兰防御。第三步，也可能就到前线开战。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战一打起来，哪有什么前方后方现在无人机、导弹、飞机，这些都是长距离的打击武器，没有后方之分。所以只要这个叫自愿联盟派部队进入乌克兰，实际上就是参战。斯塔默组织的我觉得英国人他能干成这事。英国人历史上对吧，对待俄罗斯那一直是比较稳准狠，对吧？在历次对俄作战，这个英国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说他是俄罗斯人的克星也不为过。欧洲现在不能坐以待毙，美国的态度已经摆出来了，对吧？欧洲的安全由欧洲人自己解决。特朗普不愿意出钱，更不可能出人。拜登他是不愿意出人，他愿意出点钱。那特朗普是人和钱他都不出，那你欧洲就得自己保护自己。当然了，也不是说欧洲就主动的撇开美国，当然希望联合美国，但是美国人他可以跟你联合，也可以不搭理你。那欧洲只能说自己来。如其等到乌克兰失败，乌克兰签了领土混和平协议，所谓的停火，几年以后再爆发一场更大的战斗，不如现在就出兵，死死的拿住俄罗斯。普京是不敢升级战争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什么动核武器。这个德国人现在也动起来了，尤其是后任总理梅尔茨。这个梅尔茨对媒体说上议院批准后，乌克兰将获得德国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你看看，把去年舒尔茨扣的这个30亿要给乌克兰放了，包括金牛座远程导弹。你看德国强硬起来了，只要英法德这3个国家尿到一个壶里达成一致，这欧洲基本上就定了，其他的小国不足为虑。这次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纷纷表态，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同意在乌克兰停火的方案。最近这个俄罗斯有5个邻国就是西边北约那些国家，它不是挨着俄罗斯的吗？比如说芬兰、波兰，还有什么立陶宛，这5个国家携手一起退出禁雷公约。什么禁雷公约？渥太华禁雷公约就是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咱们好好的别在这种边境地区布雷。但是鉴于普京的俄罗斯难以遏制他的侵略的本性，大家都不相信他。俄罗斯是侵略成性的，但凡有点脑子的，无论是黄俄还是化妆粉，他都应该能理解俄罗斯这种侵略的本性。所以这5个国家退出禁雷公约，什么意思呢？就准备在边境地区疯狂的布雷，就防止俄罗斯侵略。你看看，这就是态度，大家都怕你俄罗斯。除了黄俄和化妆粉不怕俄罗斯，因为他已经跪下了。虎毒不食子，俄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这就是化妆粉和黄俄基本逻辑，本质上也就是畜生逻辑。接下来就看特朗普怎么跟普京周旋。特朗普扬言要让俄罗斯的经济崩溃，看看特朗普到底怎么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